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賽馬嘅 ED。當我哋仲討論緊邊個係今季最佳嘅4歲馬，話題在於百學飛駒贏打比勁啲啊，定係祝願跑末段21秒幾勁啲？然而香港已經有一匹唔止係4歲最強，亦都係短途最強，甚至乎係世界短途最強。自3歲起，佢已經取得咗11連勝，同埋輕取3場1級賽嘅嘉應高升。今場短途錦標，有人認為係驕陽明駒嘅反勝機會，因為呢場2級賽，今季贏出1級賽嘅馬匹係會有5磅增加嘅。但係喺實際開跑之後，真正嘅超級馬係唔會受任何因素影響。喺潘頓嘅發揮之下，唔受加州星球嘅搶放影響，慢慢喺第2位沿路推進。末段已經係再冇一個馬匹係可以威脅到佢嘅頭馬。賽後今場賽事係被稱為有獎金嘅市集，而嘉應公司同精英大師距離剩翻1場遠征、2屆馬王同埋6場連勝。至於另一場2級賽主席錦標，標致銀河雖然冇1級賽嘅實力，不過今季佢曾經以6磅嘅優勢喺1006米2級賽沙田錦標贏過今季嘅最佳1哩馬遨遊氣泡。面對2級賽嘅對手，理應游刃有餘。不過賽馬就係充滿住變數，當馬匹冇絕對嘅實力，運氣亦都係取勝嘅關鍵。而馬主喺百學飛駒險勝打比之後，再次憑直線力山，用接近內欄嘅跑法，成功擊退咗直路初段塞車嘅標致銀河。作為2024年嘅打比亞軍，今季喺大至尊嘅傷病之下，佢已經係24屆嘅最後希望。驕陽明駒喺短途路程，目前今季都冇贏 G1 嘅機會嘅，而標致銀河亦都要繼續努力復甦翻佢以往嘅表現。另外，直線力山嘅表現都令人意想不到。雖然今場有運氣成分，但係佢都曾經贏到1006米至2400米嘅急制賽。相信今季嘅冠軍1哩賽都會有一番龍爭虎鬥。最後，大家認為上場嘉應高升贏得咁驚險，究竟係騎師嘅問題，定係1004米對隻馬嚟講太長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，希望可以大家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